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7月初5，咱的每天的早起的灵修，望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拢继续来到上帝面头前，来求上帝的话帮助咱，互咱会当来继续伫咱的生活，咱的行道拢有主甲咱三角伫咧。特别咱的政府已经规定到7月12，拢是咱的第3级的即个警戒的时间，所以望上帝帮助咱，互咱犹原会当忍耐，会当搁继续来即个时间来听候，望上帝的话来支持咱，互咱有气力。咱今仔所要看的圣经节伫哥林多后书11章16节到33节，哥林多后书11章16节到33节。望上帝帮助咱，互咱对主的话来得到帮助。那会使咱来掀开圣经，若袂使，请大家来听牧师伫遮来讲即段圣经。哥林多后书11章16节到33节。我搁讲，人毋通看我做戆，总是若安尼，就犹原接落我亲像戆，互我也通略略夸口。我当所讲的，毋是照主来讲。是亲像戆大胆来夸口。既然有侪人照肉体来夸口，就我也要夸口。恁既然是财物的人，就欢喜拥阮戆的人。设使有人款待恁做奴仆，吞教恁，掠恁自高，扇恁的面，恁就用阮伊。我讲安尼是无体面，若亲像阮前是软正。总是人伫啥物代志好胆，我也好胆。我讲即句话是戆话，因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因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因是基督的妻婴吗？我搁较是。我亲像戆伫讲，我着无较济，关落监也较济，受拍到袂算得。侪摆险死，我互犹太人拍5摆，每摆40个减1个，3摆受拐拍，1摆受着石头钉，3摆拄着船破，一日一暝伫深海，常常烈路，拄着江河的危险、贼马的危险、本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内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面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受劳碌甲艰苦，豆豆无困，腰挂喙焦，豆豆无食，寒挂烫角体。拄起遮个外事，还有一项，逐日缀我，就是替正教会挂路。一锤软弱，也我无煞软弱啊；一锤着达，也我的心无亲像火倒啊。我若不得不夸口，就要夸口关系我软弱的事。主耶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永远通学落的，知我无白贼。伫大马色阿立达王所设的地方官，把守大马色的人的城，要掠我。若是我对窗仔用轻，对城墙，互人溜落去，脱离伊的手。阿们，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若看即段圣经，检测咱对即段圣经无解认捌，无解了解。保罗用一段真长的即个话来表达，伊家己并毋是一个软弱的人。检测咱大家毋知即个教会的背景。哥林多教会是伫希腊即个所在，伫迄个欧洲的所在的教会，因上夸口的就是因有铁学，因有学问，因是一个有学问的所在，所以因真爱有学问的老师，也是即个教导的人，互因会当来欣赏。所以检测即个保罗先生传福音到即个哥林多教会的时，伊伫遐用真侪一般人所会当理解的话，互遐众人会通知影。总是教会建立了后，真侪人想要追求真好的即个学问，所以因真欢迎遮有学问的人会当来到即个教会内面来讲遮个即个教会也是即个福音的事。总是有的人是假的即个使徒，也是讲假的老师来到即个所在所教示的，跟保罗所教示的是无共的。
所以保罗用伊家己的亲身的即个感受来讲，互遮个哥林多教会的人来知影，互因着知，真正爱夸口的，毋是夸口咱有偌有济学问，也是咱的学位，也是咱会当后伫别人所做的遮个工的顶面，咱做着啥物，敢若亲像将别人的功劳来挂伫咱的身躯顶共款。保罗所夸口的，是伊会当伫主的面头前来领受遮苦难，伊犹原会当来坚定伊的信心伫主的面头前，伊会当定定为着教会伫遐来挂虑，为着教会来着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望上帝来帮助咱，一个好的传道者，一个好的老师，毋是掠家己的学问经历，掠家己的熬来夸口，咱着掠主来夸口。欠彩，咱爱夸口的，毋是像伫遮讲的。保罗讲，遮个人所夸口的，因是戆人。总是保罗毋是讲，我着敢若亲像无遮学位共款。保罗其实伊讲，伊家己嘛是有真侪会当夸口，总是伊看遮做戆的。伊真正所夸口的，并毋是遮个代志，伊所夸口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所以，希望上帝来帮助咱。互咱知影保罗先生伊所夸口的只有基督，甲伊定十字架，无夸口别项。希望上帝互咱也通知影，咱所夸口的，毋是咱的学位，毋是咱的学问，是着夸口主耶稣基督。这才是咱伫教会内面咱所讲的这福音，毋是夸口咱的学问，是夸口主伫咱身上诚奇妙的事。希望上帝来帮助咱平安。